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du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who You say I am.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du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等一下，我念的时候跟我一起附诵。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好，请大声开口。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祝你们平安。我们一同起立，来向我们的上主献上我们的最真诚、最真实的敬拜赞美，要称颂我们最喜乐的上帝。拍掌。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骂意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披上公义。哦，我的灵要称颂你，耶和华我的神。敬拜你，哈利路亚！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阿们。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重来。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我骂意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披上公义。哦，我的灵要称颂你，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姐妹预备啊，姐妹来。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我的生命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披上。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哈利路亚！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耶和华我的神。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哈利路亚！拍掌，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诞神，我们依然站立。从亘古到永远，主啊，是的，从永远到永远，你是永恒的。我们在永恒的生命长河中，我们渺小的如沧海之一粟，我们生命如此的短暂。感谢主，愿为了我们流出宝血牺牲，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可以称为义人。
你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了，亘古就有了。哈利路亚！我们应当欢欣快乐的赞美你。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为言为义，以能力束有，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阿门。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行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可以将你的手举起来，向我们的神来献上你最真诚、最真实的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行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唯你是真神，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唯你是真神，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来欢欣快乐来到你的宝座前，献现最真诚的敬拜赞美。我们何等有幸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依然站立。如果说你有不适合的话，你可以随时坐下。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阿明所当得的
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掀起，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要将荣耀能力，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阿门。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掀起，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众臣们，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冲水的声音。众臣们，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冲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掀起，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掀起，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天父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体力，全部都是你所赏赐。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这农历过年也将近快到了。那有陆陆续续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回乡，可能会出游，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出入平安，然后在回乡的当中，回到原生家庭的当中，也将你的福音传扬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
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这一周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赏赐我们有活力的生活，也让我们可以再次用欢喜的心来到主的圣殿与你亲近。求主继续看顾每位兄弟姐妹，可以得到由天父上帝所来的赐福，也可以靠主来得胜，重新得力，使我们心里都有平安和喜乐。求主来保守教会的每位兄弟姐妹有同心合一的心，在接下来的时间，请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陈牧师口中传讲从主来的教导与祝福。现在我们献上时间、才能、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记载在《申命记》26章18到19节，我们来读2次。来，今天上主也照他的应许，承认你们做他自己的子民，命令你们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他要使你们比他所造的任何国家强大，而你们要使他的名受颂赞、受尊崇。你们将照着他应许，成为他自己的神圣子民。我们再一次，今天上主也照他的应许，承认你们做他自己的子民，命令你们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他要使你们比他所造的任何国家强大，而你们要使他的名受颂赞、受尊崇。你们将照着他的应许，成为他自己的神圣子民。申命记26章18到19节。那我们今天在我们那个一楼签名的地方就是在49号这边有那个合会手册的一个发放，那有分为那个会友版跟那个同工版，那都请到1楼，然后一户是1本这样子，然后请到那边去领取。如果有错误的，你们要刊录的话，那也请在1楼的公布栏来做登记。好。然后下个礼拜9点半是定期会员的合会，只有1场的礼拜。那会员的名册请来看公布栏。那如果无法参加的陪偿会员请在那个2月7号，就是星期六以前，以书面向小组长或者是那个小会的书记来提出。那当日出席合会的陪偿会员，请到33号1楼门口的来签到。那请预留签到的时间，提早到场。然后
会有如果说有报税或扣抵的需求，可以选择填写，就是捐赠扣除额单据电子化授权同意书，然后交由干事。那请在2月22号前来完成申请。那个奉献的部分因为一经入账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更改奉献者的姓名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在填写的时候，请你们也要注意接下来是那个333祷告会的部分，在2月4号就是接下来这个星期三的晚上8点，然后地点是在这边，就是33号2楼，就是然后在这个主题是为了新春蒙福而祷告也邀请兄姐一起来祷告，然后领受上帝的赐福。那祷告会的签到的部分呢，这就是参加线上祷告会直播的会友，请在NLE官方账号内输入就是祷告会签到，然后已完成签到。所以你在家里面，其实你用转播直播来观看的话，你也赶快就是来做一个签到，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次的祷告会有哪些人在参加。下个礼拜天就是2月8号的主日和会中，在33号的新堂，就是在这边的2楼的柜台进行签到，就是协会的会员大会暨志工大会，那请协会的会员及志工准时来参加。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团契的招募，那感谢弟兄姐妹支持团契的事工，然后统计到1月25号，那松年团契总共有91名，妇女团契有76名，社青团契有8名，请大家持续的报名到6月底截止。今天下午3点到5点，在这边有刘子俊牧师的一个生命讲座，主题是基督徒看生与死并邀请这个天品集团的董事长来做见证分享，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参加。好，首先，然后现在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第一次到我们这边的，应该有2位，不是廖伟杰还是赖伟杰？廖伟杰好，还有赖玉玲姐妹，好，2位是夫妻，那我们欢迎他。我们一次欢迎，我们永远欢迎。好，谢谢。好，接下来，圣经是记载在《申命记》25章5到10节，由我来读。好，第5节，如果有兄弟2人住在一起，其中一个先死了，没有留下子嗣，遗孀不得再跟族外人结婚，死者的兄弟要尽兄弟的义务娶她。他们的长子要做已死兄弟的儿子，替他在以色列中立嗣。如果死者的兄弟不肯娶他，他要到城门口见本城的长老，告诉他们，先父的兄弟不肯尽兄弟的义务，替他在以色列中立嗣。长老们就必须召见那人，跟他商议。如果那兄弟仍坚持不娶他，他要在长老们面前走上去，脱下那兄弟的一只鞋子，吐口水在他脸上，宣布说，不肯替兄弟立嗣的人该受这种侮辱。在以色列中，他的家要叫做被脱鞋之家。好，接下来我们请陈柏志牧师来讲到题目是传宗接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2月1号，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已经过了1/12啊。好，那今年这个月要再过第2次的农历年。
好，那也先祝大家在农历年前呢，好，这个都能够一马当先，好，马到成功，还有最重要就是能够以马内利啊。好，祝福你旁边说，在新的年中能够一切以马内利，在新的年中一切都能以马内利。好，但是不要马马虎虎啊，好，我们要有上帝的同在。好，那在我们今年呢1月份到现在，我们读了《生命记》，好，那我们透过每一天都有写这个灵修笔记啊，好，让我们能够沉浸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来看见上帝的话其实是很直白，好，因为他告诉我们做出选择，就是祝福的选择，或是受到诅咒的选择。而祝福的选择，一切就是从这个听上帝的话开始，好，能够把这个shema，好，能够听见上帝的话，而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好，让我们能够听行活路，好，能够把上帝的话活出来。而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我们接下来这礼拜所要读到的，好，那我特别选了这一段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那这个议题呢，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就是。好像过年呢，都会说这个议题呢会显得非常的沉重有压力啊，因为我们的传统都会说有钱没钱，然后呢娶个老婆好过年。为什么要娶老婆呢？传宗接代，好，答案在这上面啊。但是传宗接代，如果你要跟一个外国人解释，你要怎么样用英文来说传宗接代这个词呢？好，那我问了几个读外文系的、英语系的，他们也想不出来。后来我就直接去问 Google， 好 ，Google 说传宗接代英文呢就是 passing on the family line， 好，就是把家族的线，好，其实我们中文叫做命脉，能够继续的传下去。好，那我后来又去问了 AI 给我的选项是 carry on the family name， 把我们家族的姓名，好，把我们家族的姓氏。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不管你是把它看作命脉，或是把它看成是家族的名，其实这一切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有意义。好，在今天我们每一天喝的水，所饮用的水，好，都是来自于这个地球大气层以内的循环。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水呢，其实3000年前的大卫，他所用的水，也是在今天好的水的循环的系统当中。好，透过上帝的这样的机制呢，这个世界好的资源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生命会不会循环呢？好，不会，因为我们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好，跟你自己说，我的生命是独特的。即便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普通、很平凡，但是你能够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上帝特别的安排。因为你的出现代表你有爸爸，还有呢妈妈。还代表你的爸爸也有他的爸爸妈妈，你的妈妈也有他的爸爸妈妈，都有他们的自己好的上一代。在我小时候呢，我爸爸是牧师，可是我们家有一个这个东西，好，叫做祖先牌位。可是我爸爸把中间那个什么祖籍啊、姓氏啊，把它拿掉，放上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照片，好，然后放在我们家中。那这个后来我长大才知道说，这个叫做民间中叫做祖先牌位。好，后来当了传道人、牧师去家中除偶像的时候，好，有时候在移除这个祖先牌位的时候怎样，我都会告诉他们说，你先把后面的东西板子打开。他说后面有东西吗？好，打开之后，真的有东西。好，比较正式是一张族谱，有的就比较简单，有的甚至还打开什么都没有。好，表示他拜这个祖先牌位拜了半天呢，他也不知道这个背后应该要放他的祖先的名字在那上面呢。好，当然告诉他们说，这个东西呢，请你好好的留下来。好，你虽然不用每一天跟祖先来早安、午安、晚安，然后初一十五要给他献上这个水果、食物等等，但是呢，你不要忘记，好，你的祖先，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他们的族谱是一种由上到下，好，这一代传到这一代。可在国外呢，好，他们叫做家族树、生命树，好的概念。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很好，就是好像耶稣说的，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这些家族呢，好，透过这个祖先，好，然后它能够开枝散叶，好，能够发扬光大。所以到每一代，他们又结出了下一代，好，这个树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到了哪一代，好，它如果没有办法再开枝散叶的时候，那个树它就到这边停止。
而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好，牧师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的生命不是轮回，也不是循环，也不是这个身体用完了之后变成粉尘之后，我们的灵魂还要再去投胎进入轮回，不是，而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在地上的家人的关系，是为了要延续进入到天上永恒的家。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已经进入到2月份，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是极为宝贵的，但是对于将来天上的事情，我们还有很多的不了解，但盼望透过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生命记，再一次刺激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思考今生，预备永生，也让我们能够来选择走永生蒙福的路。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要来问大家问题啊，就是说在读圣经以前，你觉得生命记要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要求我们要传宗接代，但是如果你没有生儿子怎么办？可不可以传宗接代？可以。好，答案在耶稣的族谱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是第60代从亚当算下来，但是60代当中族谱里面却有2个女性的名字，所以重点不在于生男和生女，而在于有没有传下去。好，跟你旁边说，重点不在生男生女，重点不在生男生，重点在有没有生，这个才是重点。好，你生的是男生女生，好，只要他是人，好，就有继续能够把这个生命传承下去。在申命记25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生长子，好，代表就是要让这个家族的名能够在百姓当中不要被涂去。所以因为你在，所以你的祖先好看到你就知道你的祖先是谁，因为你有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就看不到，好，没有办法从你的身上去得知，或许可能从别人，从别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家族家庭当中都没有人的时候，那这个名字可能就会消失不见。申命记里面要求弟弟好，如果哥哥好结婚娶老婆没有生孩子，特别是他讲的儿子。但是呢，这个弟弟呢就有责任要娶嫂嫂，做什么？生儿子。如果呢这个二哥呢没有生儿子也死了，那谁有责任？三哥就有责任要来娶大嫂，为的是要生什么？儿子。为的是要让这个家族不要绝后，不要断后。但是呢，在这个圣经当中，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叫做被脱鞋之家。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比较完整，它不是你自己把鞋子脱掉，是你的鞋子被脱掉。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这个世上，如果你的家族、你的 family line、family name 没有 carry on、passing on 的时候，你的鞋子就不见了。如果你没有穿鞋，你有办法走多远？可能你连出门都不太想出门。穿鞋代表我们能够走得更远，所以也代表一个家族、一个家庭能够走得更远，需要有这些的子子孙孙，需要能够一代又传过一代，才能够来纪念他们祖先。像我听过嘉瑞兄讲到他家族的故事，旁边的廖勋长老讲到他在西罗祖先的故事，都有机会去听，在小组分享的当中。这一些每个弟兄姐妹，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是在见证这些祖先所做的事情。刚才那个祖先牌位呢，在我小时候，我爸有一次呢，他就拿一个铁盒子出来，因为我爸很会藏东西，那我很喜欢翻我爸的书桌啦、抽屉啦、柜子，总是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有一次他拿一个铁盒子，是我从来没有翻过，我从来还没有看过那个铁盒子。我想说，哇，这下他又藏了什么宝贝？结果打开呢，里面有2样东西，一个是一个红包袋卷起来，一个是一张纸。我想说这是什么特别？我想红包袋有钱吗？结果红包袋一打开拿出来，是一个黑黑的、圆圆的、小小的东西。他跟我说，这是我的脐带，是我的斗宅啊，我的脐带啊，原来他把我出生那个剪的脐带怎样，把它留下来。我不晓得你的脐带还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啊。我想要留我小孩子的脐带，可是呢，医院的动作都太快了，根本都来不及留下任何的脐带。我父亲把我的脐带留下来。另外一张纸是什么呢？另外一张纸呢，就是我爸爸的
爸爸好就是阿公好前7代的名字，前面7代的名字。所以我爸叫陈茂生，好，我阿公叫陈清通，我的阿祖叫陈老实，好啊，在上面好，然后他说哦这一代谁一代，好哪一代比较会读书这样子，好，哎他还讲给我听，然后那是我国小的时候，但是让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原来我在这世界上，好会出现在这世界上，是我的爸爸、阿公、阿祖，好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所以我也从很小的时候，好有一个想法。好，我也要好好的尽一个父亲好应该要有的，好也要传宗接代。但是呢，生命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失去了传宗接代，我们的就好像没有鞋子可以穿。这个家族好，这个大家族好，或许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就会在以色列当中就会被涂去掉。第二个问题跳到新约，因为这个议题呢，好造成了几个争议，好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有一群祭司的后代叫做什么人？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是祭司的后代，他们算是那个时代的贵族，因为撒都该人不用出去工作，不用出去打工，不用出去跑外送，他们只要整天在哪里？在圣殿里面工作，而且他们要求衣服好要穿的洁净，好，而且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他们所有的收入呢，都是来自于百姓的奉献，啊，11奉献。而是奉献当中呢，有一部分就成为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也不用什么开销，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呢，这些献祭的肉啦、羊啦、牛啦，好，他们都可以鸽子啊，他们都可以分，都可以吃，所以他们很能够储蓄，好，他们很能够存钱，好，所以你看在电影当中拍的这些撒都该人的衣服啊，好，真的是华丽，好，而且呢，好又是非常的精美。可是撒都该人他们在圣殿服侍了好上千年。可是呢，他们一直不相信复活的事情，所以在马太福音22章、马可福音12章、路加福音20章，他就在凸显这个议题：到底人会不会复活？我想要来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啊，不管你信主多久，你相信你会复活的，请举手。我来扫射一下大家，好，请放下，谢谢。好，我看见举手比较多，还是没有举手比较多？没有举手的比较多，哎，那我要问呢，为什么你没有举手？啊，为什么你没有举手？有人问你说你相不相信你会复活，你却没有举手。复活这件事情，谁可以帮你决定？耶稣。好，那耶稣有没有帮你决定你可不可以复活？那为什么你没有举手呢？啊，哎，我觉得有些人有回答，但有些人就是你还在想啊，我不晓得，我没有想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事实是。复活不是在死后，人家你被复活，复活是你要自己从死里面复活，就好像拉撒路，他是听见耶稣叫他起来，他就起来，因为他在死以前他就相信哦他会复活，他听见这句话才有效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要相信你会复活，好，告诉自己3次：我会复活，我会复活，我会复活。行。我会复活，我会复活，我会复活。下一次有人在问你，你会不会复活？你要是反射动作，好，立马举手，好，我会复活。因为如果你没有举手，代表你还在怀疑，代表你没有真正的相信的时候，好，这个复活离你是还有距离的。在撒都该人，好，他们问耶稣没有复活，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其实到后来，耶稣回答他们。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请：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有人问你相不相信你会不会复活，你没有举手，代表你在教会里面的教会生活也是枉然。你来在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只有做礼拜，只有读圣经，不是只有祷告奉献、参加小组服事。在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你能够来进入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好，所以我们说听行活路，最后就是要能够路。那个路的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会复活，而这复活代表什么？因为跟证据在于耶稣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差别？会不会有黄仁勋？啊，会不会不知道？会不会有台积电？啊，会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整个可能世界的历史都很有可能改写，都很有可能改写。上礼拜跟大家分享，
长老教会或是福音来到台湾400年或是160年，对台湾造成多大的改变？让台湾原来这么落后的地方国家，小岛，却能够在160年后成为世界 No.1 台湾之光，能够在世界能够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但最重要在17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活在罪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我们永远离不开罪。你任何的捆绑、任何的软弱、任何的疾病、任何的辖制、任何的咒诅，你一辈子都挥之不去。也很多人受洗之后，发现信耶稣真好，不再需要初一15，不再需要拜祖先，不需要再迷信，不需要再怎么害怕，不需要再有各样的禁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全部都破除掉这一些的捆绑和咒诅。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还在罪恶，还在死亡，还在辖制，还在拘禁当中，还在那监牢当中，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自由啊！但是耶稣要告诉撒都该人有没有复活，耶稣的回答是：论到死人复活，神像你们所说的话，这段话是神对摩西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神对摩西说的时候是在什么场景？是在何烈山上，摩西这个逃跑躲到旷野去的时候遇见神，在那边遇见神，因为摩西杀了人，然后躲到旷野去遇见神。神的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我就是那自有永有 I am who I am。 然后神介绍他自己，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到摩西已经超过了600年，亚伯拉罕的骨头都已经成了这个粉啊，都已经成为灰烬了。可是呢，上帝却自我介绍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亚伯拉罕上帝、以撒上帝、雅各上帝。这样介绍代表什么？耶稣说：好，这是32节，我们一起来读红色的字：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这句话的意义告诉我们说，神他是一个活人的上帝，死掉的人没有上帝。但是在路加福音呢，又把这句话写得更清楚。一样的，前面一样的经文，路加福音后面又接了一句话。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38节。因为对他来说，人都是活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没有死人，人到神的面前都是活的。所以神看人都是活的。好，请大家说一次。所以死掉这件事情，你看的人看起来这个人是死掉了，可是在神来看他没有死，没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神说，这些人他不是死了，他们是怎样？他们是睡了，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死。什么是真正的死？叫做永远的死，就是耶稣从天再来，第二次的审判的，在审判之后会有第二次的死，那才是真正的死，永远的死。而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希伯来书说，人人都有一死的那个死，不过只是暂时的，只是暂时的，我们只是在神来看是睡了，因为神还要再把我们叫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你会复活吗？好，相信的就说阿们。好，因为耶稣来要把我们叫起来，耶稣要带领我们复活。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新约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出了一条非常难的题目来考耶稣。这个题目呢，他们问倒所有的法利赛人，问倒所有的经学士，问倒了所有的拉比，没有人能够答得出来，所以他们可以唱秋，这个中文翻唱秋，好，意思是他们就可以很嚣张的撒都该人，哇，他们就是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复活，因为他们这一道题目呢，几百年、上千年没有人能够解开，就是一个哥哥按照生命记的规定，今天我们所读到这段经文，
上帝交代好，一定要生出一个儿子，好才可以放这个大嫂，才可以放他一马。如果好7个兄弟通通都娶了同一个老婆，7个兄弟通通都没有生出儿子来，在复活的日子，这个大嫂到底是谁的妻子呢？这个问题呢，犹太人他们很喜欢想这种问题，甚至他们还会想说天使多大多小，大可以大到多大，比101还大；小可以小到多小，站在一根的针头上面。然后他们还讨论说，一个针头上面可以站几只的天使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经学士，有时候真的是吃饱太闲。可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这3段圣经呢，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答案。没有人答得比耶稣更好。耶稣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在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样。”耶稣的第一个回答是：你们通通都问错了，问错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活的样子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样子。所以说一次，复活的样子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样子，复活的样子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样子，而是天上的样子。所以耶稣说，一个天上的天使，或是天上的使者。可是读到这边之后呢，有人就会想说，那我们是每个人上去之后都要装一对翅膀，然后都要穿圣歌队的狮袍，头上都要顶着一个光环，然后都要抱着竖琴，每个都是天使。然后就有人想，这样天堂也太无聊了，天堂就不想去，在地上还比较有趣，地上还比较好玩呢。因为他们没有把耶稣的话看完。其实马太、马可写到这边，我们这次还要再来感谢路加。路加的他又多记载的更详细啊。路加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下面，请。耶稣对他们说：“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嫁，唯有配得那要来的世代和死人生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然是复活的人，他们就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耶稣直接说有2种人。第一种人叫做今世之子，为了世界而活。今世之子只为今生今世，他只看到他看得到的这个世代，他只追求是地上的国度，而他真正依靠的就是他这个躯体会朽坏的肉体。但是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要追求的是一个什么之子？复活之子。相信自己复活，要为的是永生永世。生命没有只有停留在我们死的那一天，还要继续永远的下去。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还活着，亚伯拉罕活了170岁，他的儿子活了175岁，看起来很长，在神来看还是很短。但是他们是为永生永世，所以600年后，神还继续提起亚伯拉罕。2000年后，在新约，耶稣还提起亚伯拉罕。今天4000年后，亚伯拉罕，我们还在讲他，好像他就还活在我们当中一样。马街，我们还会讲到他的故事，好像他就现在还活在我们当中一样。因为他们是复活之子，他们追求的是天上的国度，不是只有追求地上的国。他们所依靠的不是会朽坏的肉体，他们所依靠的是那不能朽坏的灵。就是生命气息，就是神在亚当的鼻孔里面所吹的那一口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今世之子还是复活之子？你要相信你会复活。复活之子要追求永生永世，阿们。要追求天上国度，阿们。要依靠不能朽坏的灵命，阿们。这才是一个复活之子看为宝贵的。如果你的一生只为今生今世而活，然后用尽你的全部，用掉你所有的力气，耗尽你所有的资源，只追求地上的国，只靠着会朽坏的肉体躯体，这一切，就算你再成功、再有名、再得到再多的一切，就像亚历山大，你30岁年纪轻轻就赚得全世界，可是30岁他就死了。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他的人生就结束了，仅此而已。他没有参与到
复活之后，好，天上的国度、永生和永世啊。在这个礼拜当中，好啊，我们教会有带弟兄姐妹去参观天平。过去我们去这里都是去参加告别礼拜、安放礼拜。这一次呢，是鼓励弟兄姐妹，好，你要为你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后，你想要放在什么样的地方？有的人想要放在祖先的墓，有人想要放在中南部，有人想要放在基督教的园区，有人想要树葬，好，有人想要海葬。啊，牧师站在牧师好的立场，都鼓励弟兄姐妹，好，你能够提早安排，好，不仅是只有想你要放哪里，你最喜欢的诗歌，你最喜欢的经文，还有你人生的故事和见证，你都能够预先写好，这样牧师在准备告别式的时候就怎样，啊，就很轻松了，啊，所以牧师希望大家可以早一点交功课，这样，啊，自己写一下分享你最喜欢的，或是你不一定要告诉牧师，你至少要告诉教会的小组长。好，告诉教会的组员们啊，你最喜欢哪一首歌？最喜欢哪一个圣经？好，虽然这个好像是一个公式，但是这也是代表你在这世界上，好，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给你的感动啊。这里有一个1分钟的影片啊，我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好，这是天品山庄帮我们所做的短片，好，帮我按一下。今天会来参观天品山庄然后其实原因很单纯，第一个就是距离不像其他墓园这么偏远对大家来说，不管是家属来追思教会陪伴都很方便。再来环境一走进来就觉得很不一样这里说舒服、整洁、充满喜乐氛围，整个墓园的设施规划也很完善，让人心是感到平安的，不是沉重的，很棒，对不对？更重要的是，我们很认同天品在做的事情，他们不是只在经营一个挂牌上市柜的墓园，而是真正以信仰为核心，用心在服务我们。这一点对教会来说非常关键。至于环保站，我们也觉得很好，但在天品这样的环境可以连接彼此。那种信仰的延续以及相互的陪伴成长，我想也更是难得可贵。所以对我们来说，天品山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既有环境，也有信仰，让爱、关系还有盼望被好好留下来，不妨考虑看看。好像牧师是他的代言人啊，我觉得我应该来收个代言费啊。好，但是这是我们去的时候呢，好。我的感动，好，这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后来他们居然做了一个这个短片，好，我很讶异。好，不过这个地方为什么很推荐？因为在全台湾当中，好，你要找那个基督教的墓园，好，其实还蛮多的。好，像南部的教会都会有教会墓，好，那像牧师娘的阿公啊、阿祖，他们都放在教会的墓园当中，好，很方便。可是我们在北部呢，好，真的是不容易。好，但是这个三峡这个地方呢，我们每次去大概都只要40分钟以内的车程，好就可以到达。好，而且呢，就是结束之后呢，都可以到隔壁的餐厅，好可以吃涮盐。好，那我觉得哇，充满了期待。好，就是期待不是去参加安放礼拜，期待结束之后，等一下可以吃一餐呢。好，然后当然这是半开玩笑，但是在吃饭的时候，才可以跟家族好好坐下来，遗族跟他们好好坐下来。聊一聊，因为在整个丧礼的过程当中，好，有的是很平安，好，但是有的是很忧伤，好，但是在那个涮宴的当中，好，大家是有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吃一吃。在全台湾，好，做墓园做到可以卖股票的有几个呢？有2个，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龙岩，好，大家都知道，好，他们这个集团。第二个呢，就是天品山庄，好，天品山庄。天品山庄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墓园上市柜？好啊，今天下午他们的董事长好就会来这个地方，好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董事长呢有没有年轻？我觉得他长得像林志颖啊，他呢好，我觉得他很优秀啊，好就是说他来教会拜访我们，好，然后跟大家聊一下，发现哇。我以前好的认识呢，还真的是让我好更 shock 这样子。好，他20几岁的时候是一个台语说的一个灰驴啊，好，你知道什么是灰驴？哦，就是不学好，好啊，这个就是爱玩，因为家里有钱。可是呢，后来呢，他却在爱玩的当中，好，他遇见了神，好，他会去做墓园呢。我不晓得他下午会不会讲这一段，好啊，我是在这个网络上看到的。他会去做墓园，是因为有一次他就是去了天品那个墓园那个地方，好啊，那个地方荒废，好，前面的经营者呢
一直没有取得执照，好，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经营。然后，但是他看到有一群基督徒呢，在那个地方好围着这边唱诗歌。那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就觉得被那一幕给感动到，好，所以呢，他就印象深刻。后来他也在那个机遇当中呢，他就信了主啊，上帝就呼召他，感动他去把那个地方呢标下来，然后他就开始来经营，做个基督教的牧员。而且还发行股票，而且那个股票呢，好不是赔钱，好，而且股票还可以赚钱，哦，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去参访，我们教会有一台中巴去啊，哦，当天呢，好，据说卖出去了十几个，好，超过我可以讲金额吗？啊，你们想知道吗？不想知道，牧师啊，想知道，啊，我们。他们那一天呢，就卖了400多万，哦，出门的时候我们400多万好的这个卖出去，可是呢，好在这个里面呢，好让他还带我们去参观，里面还有一个 VIP 的区域啊，这个我们去那么多次都没有看过，啊，这每一个呢，好300万，每一个300万。在 VIP 那个是要刷条码才能够进去的，好啊，在里面还有这个橱窗，好，这也是天平的一个特色，好，它有这种的橱窗，在 VIP 里面呢，好有一个这一个呢，我还特别把它拍下来，哦，因为你要住在 VIP 里面呢，好也是要有一点实力，好，可是这些人呢，他们留下来的生命故事呢，他的梦想，他心目中的迦南美地或是天堂呢，可能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他自己所住的家。还有他家的旁边有一块农地，好，他能够在那边种菜、种水果。你看他还很用心的，好，把他的妈妈，好，把他的兄弟呢，还是我不知道这是兄弟还是儿子，我不认识，好，反正就是他的家人在旁边，好，然后他最喜欢的东西，通通都放在这个橱窗里面，好，代价是100多万这样子，好，他要花100多万去买一个这样的橱窗，放在那个地方，这个让我来思考到，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好。今生好，你要为什么而活？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会复活，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花这么多的钱，好，你也不用这么样的考虑说你要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什么地方是谁的事情？是下一代的事情，好，因为你人都走了，好，你要放哪里，好，跟你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你放在哪里，是你的下一代，他能不能够继续的去追念你、追思你？还能不能继续去怀念你？好，当然你放得越偏远，它就越难去。好，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好，大 S 的老公叫做什么？具俊晔。好，那他说这个大 S 已经过世了多久了？好，然后呢，1年哦。好，她的老公记者还拍到她的老公呢，不管是刮风下雨，好，每一天都还去那个墓园怎样？哦，在那边放一台 iPad， 好，那只看他们2个人的合照，哦，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念，哦，这个预备呢，并不是为你已经死去的人，好，是为活着的人啊，好，所以今天下午，好，不仅是天品这个董事长，他要来分享他自己的见证，好，那为什么会邀请刘子俊牧师呢？也是这个董事长帮我们联络的，好，他说刘牧师也买了这个天品，好，那他跟他是好朋友。说那可以邀他来迦南分享吗？他说可以，但是礼拜天不行。那说那礼拜天下午可以吗？那他就打电话马上联络他的，就联络完说好可以，好，所以就促成了今天这件事情。好，这位刘子俊牧师呢，好，我也很鼓励大家能够来听他的分享啊，好，因为他并不是长老会的牧师，可是呢，他在台湾的主流教会，啊，什么是主流教会？好，就是大教会，好，人很多的教会。哇，这个刘子俊牧师呢，都是这个最常被邀请的台湾现代牧师。好，过去都是什么周神柱牧师啊，都是杨宁雅牧师啊，张茂松牧师啊。好，现在各个大教会最常邀请的，都是这个刘子俊牧师。啊，不仅他在教会，也在网络上面。那他在分享的呢，好是这是我们给他的题目。好，基督徒如何看生与死啊？好，那在这分享完，好，我们还会有一个问答，好，就是基督徒怎么样来谈生和死啊？我相信透过今天下午这个特别的聚会呢，好，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好，不管你是有小组没有小组，好，你都能够来了解，也都能够来参与。
或许你认识董事长之后呢，好，以后你去天比山庄，搞不好还可以拿到一个 VIP， 啊，应该是不可能啊，好，因为我们那个长老一直在跟他杀价，好，但是呢，这个价钱就说就是这样，好，但是他给迦南教会，好，打7折的优惠，好，到3月底，好，所以买这个墓园打7折，好，这个好像在促销一样，可是这个如果一个20几万，好，7折差多少？差了6万块以上啊，差了6万块以上，这6万块你可以好好去布置这个你想要布置的内容。好，不管如何，好，今天这一段生命记主题告诉我们，传宗接代是每一个身为人都应该要去努力的，因为你不是偶然不小心来到这个世界上或是多余的，而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背后都有神的旨意、神的目的，而你要知道每一个名字，好，神都要纪念。因为神不愿意每个名字就断了，就没有了。神希望这棵树能够继续的生长下去，因为只有当人的名，当这棵树越来越大，好像芥菜种子成为一棵大树，神的名才能够继续的传扬，从这代到那代，从地级再到地级，从东到西，神的名能够在这世上不断的被传扬，好像宣教士把耶稣、把圣经带来台湾一样。今天更多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能够认识圣经。而第二个是死亡不能够断绝关系。罗马书也说，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只有放生会断绝关系。放生是什么意思？我的解释是放生是放弃生小孩，只有放弃生小孩才会断绝关系。那请问是谁放弃？决定不生的人放弃的，决定不生的人放弃。在我们的台湾统计，在我那时候，我那个时候20年前，台湾35岁到40岁，就是已经结婚的尾段班的，你到35岁还没有结婚，就要开始拉警报。40岁再不结婚，你可能有很高的几率一辈子不会再结婚的，非常高的几率。在我那个年代呢，35岁到40岁没有结婚的台湾人，那个年纪人口是20%左右，20% 左右。在现在35岁到40岁没有结婚的比例有多高？这是 BBC 的调查。47.6%，47%，一半，35岁拉警报，到40岁再不拉就没得拉了，有一半的台湾人没有结婚，为什么不结婚呢？不是不想结婚，最大的原因是找不到对象，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追求，或是他没有一个想法。而且呢，你觉得找不到对象是男生的责任还是女生的责任？女生，我每次上一场也是听到女生，没有找不到对象，是男生的责任，因为男生不够具备一个先生该具备的条件，因为男生不够具备一个将来要成为父亲的条件，因为男生他没有好好的读生命记，他没有好好的从小被教导。他要肩负一个儿子的名分，生命记特别给长子双倍的祝福，长子是得双倍的祝福，所以生命记我们刚刚读过，分家产的时候，长子是得到双倍。为什么得到双倍？因为他有责任，他有压力，他有重担，他必须要早一点来完成，达到他的 KPI， 达到他的使命，达到他的目的。可是呢，在我们的台湾，这是现在的问卷调查，在这个经过问卷调查，20岁到50岁，台湾当中有2/3的台湾人，20岁到50岁，20岁到50岁，2/3的台湾人不仅没有结婚，他连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现在是没有的，所以只有1/3的20岁到50岁的台湾人是有对象。以前牧师在这边当青年牧师，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加起来主日学校那时候叫主日学校，从幼班、国小部、国高中班这样子到高中高三，出生到高三加起来有100个，有100个，就是0到17岁有100个，
现在同样的年纪，0到17岁加起来还不到50个，还不到50个，好，直接腰斩。所以，我们教会也是同样面临，好，我们这些的下一代，好，越来越岌岌可危，好，越来越屈指可数。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在这世界上的关系？其实是需要好好的去思考。我希望生命记好给我们的提醒，不是只有给丈夫，也给妻子，也给弟兄，也给姐妹。很多时候，这个姐妹不是不愿意结婚，是因为没有遇到优秀的男生。因为姐妹一个比一个厉害，但是这个男生弟兄呢，却配不上姐妹。我们的女性都可以当到总统，可是我们的总统也找不到可以匹配他的人。真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们，如果我们家中有儿子，如果你的孙子是男生，你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儿子，这些下一代我们的弟兄男孩子们，你将来要成为一位丈夫，你将来要成为一位爸爸，你将来要成为一个头，一个家庭的主，要从小的告诉他，建立他，让他可以在他有限的人生当中，好好的经营，好好的准备，最后每个名字都要被神所纪念哦。因为虽然人会忘记，你也会忘记你祖先的名字，像我爸把这祖先7代的名字抄下来，我也会忘记。可是只要有名字，神都不会忘记。在我们下个月呢，教会有婚礼，很高兴，而且过年后呢，会有因为牧师在这个婚前辅导，几对这个情侣，那他们大概都有预计，要开始进入婚姻，但是里面呢，像嘉硕有来吗？有没有来？嘉硕今天不在，我刚才看到佳琪，那在这个结婚的当中呢，他们现在结婚不是问题，现在是第一个关卡是结婚后，他们都想要生小孩，可是呢，年事已经开始有年纪了，开始有年纪，所以呢，开始会担心害怕，他们也去医院做检查，健康检查，也在祷告，希望上帝真的可以赐福他们。如果年轻的话呢，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年纪大想要生小孩呢，你要花的代价比年轻的代价怎样？我们这边还有妇产科的专家邓医师哦，好，所以这个年纪大要生孩子叫做阿伯安啊，生囝什么下面意思？真拼真拼就是你要一直拼对啊，才会有。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呢，就是先帮小孩取名字，亚伯拉罕、撒拉，在他们还没有办法怀孕，他们不是没有病，他们也病就过啊，可是他们没有怀孕。后来他们怎么怀孕？你看创世纪，神先给亚伯拉罕、撒拉孩子的名字，说你的孩子要叫什么？以撒，意思就是孝，就是你的孩子要孝。所以他先给孩子一个盼望，把那个孩子放在父母亲这个丈夫跟太太的心里面。所以果然那个名字一拿到，1年后，真的就是1年后，孩子就生出来了。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单身、未婚或是已婚还没有生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努力祷告，要抓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一个方法就是你先为你的孩子来命名，把这个名字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每一个名字都会被神所纪念，每一个名字都会被神所看重。虽然世人会遗忘，但是神不会遗忘。在我们这个礼拜有小组聚会的时候，你可以来分享，你认为传宗接代它的意义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样透过尽心尽性尽力爱神来传宗接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今天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会带你的孩子一起来参加聚会。这个信息，昨天我也是在跟年轻人的聚会当中来分享。对他们来讲，听完压力很大。我现在还在考试，你就叫我要结婚，我现在还要考高中、考大学，牧师就跟我讲这么多，说这个世界已经很难了，还要叫我生小孩，这就是去年有一个书的书名，人生很难，还要叫我生小孩。这本书卖得很好，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后来呢
结婚啊，结婚她的老公呢，结婚前先去结扎，可是结扎呢，他们想要生小孩，他们就去美国，好，去美国做人工受孕，好，他要走不一样的路，好，那个作者他讲了一句话，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看他的妈妈太辛苦了，啊，他的爸爸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爸爸，好，所以他妈妈一辈子都是活在这个不幸福的家庭当中，好，不开心，所以他做这个妈妈的女儿呢，好，他想到说，结婚真的是让孩子受罪，因为关系没有经营好，家庭没有经营好，社会的问题很多，所以让我们的下一代失去信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下一代有信心？各位爸爸妈妈，各位一家之主，在家里面，你跟夫妻之间的关系经营，都是要帮助让下一代好，不要让他们成为他们的绊脚石，要成为他们的垫脚石。让他们看到夫妻的关系，他们对婚姻怎样更有信心。让他们看到每一位阿公阿嬷好的这个结婚年老的样子，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因为这上帝要给他们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来到世上，不是像是雨水降下来又蒸发回到天上去。我们的生命不是轮回，因为每个生命都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神所纪念。神，你也要把每一个名字都要刻在你的心板上。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生命的可贵，还有生命的价值。让我们不要为了赚得世界，却失去这宝贵的生命，而是让我们懂得用今生赚取永生。让我们懂得在有限的人生当中，为我们完整的一生能够能够跑那当跑的路，能够来征战打那美好的仗，也能够把那所当守信的道能够来持守。主啊，你告诉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要复活，有公义的冠冕要为我们来存留。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一代，因为你用上一代来祝福我们，也帮助我们这一代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虽然他们有许多的责任，他们在学校有许多的课业，在工作上有许多的压力，他们还要面临升迁，面临经济，面临房贷、车贷，面临各样国家或是国际上面许多的议题。但是这些议题都比不上上帝你所看为最宝贵的生命。主啊，特别我们为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有信心领受神的话，让他们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你说那人单独不好，你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主啊，是的，求你为所有35岁以上单身未婚的弟兄姐妹们，为他们预备配偶，因为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完整。主啊，我们要为已经结婚或是在想要生育或是做生育规划的这些夫妻或是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求你把一个可爱的名字放在他们夫妇的祷告当中，求你赏赐一个神你所喜悦的名字，在他们的家庭夫妻关系当中，让他们能够像亚伯拉罕、撒拉一样的信心，让他们能够经历神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神。我们相信在神里没有难成的事情，也相信在我们的迦南教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要再一次的复兴，也相信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要勇敢的进入婚姻，因为婚姻不是坟墓，婚姻是一条充满祝福的道路，让婚姻能够建立家庭、建立生命、建立教会、建立国家，能够建立上帝的国度。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来敬拜我们的神。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
希望牧师这篇的信息，牧师也要付代价，因为这一些的信息会让很多人听了不想要再来教会。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好，牧师要冒着损失会有的这个风险，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这是神的道，是神的话。因为牧师爱你，所以对你说真话。我不会只有讲说哦，你要认真的赚钱，然后上帝祝福你11奉献，然后你会在这世上功成名就，赚大钱。因为钱是身外之物，只有生命才是属于你的。上帝给你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而你能够献给上帝最好的，就是把你的生命献给神。我期待在你、在我、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每一个人真的是为神而活，好好的做一个父亲，好好的做一个母亲，好好学习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妻子，好好经营你的家庭，不要一天到晚在外面忙，然后把家里面当作旅馆，回来只是吃个饭、睡个觉，隔天又出门。你赚了再多的薪水，一个月20万、30万的薪水，当你退休的那一天，发现你没有孩子。当你开始走不动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人可以在你旁边陪你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牧师会替你担心，牧师也没有要替天品山庄拿他们的广告费，也不是要替他们宣传。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思考你的人生的终局，你的人生要怎么样做一个完美的下台，因为下台比上台更困难。在你的人生，当你思考好，你已经预备好，我可以恭喜你，这一辈子你不用再怕任何的人，你不用再担心任何的事情，你也不用担心黄金哇现在掉下来多少钱，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比特币哇你买的比特币快要被腰斩，那些你都不用担心，因为你已经做了最好也是最坏的打算，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勇敢的来面向神，勇敢的预备领受神要给你的祝福，好不好？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把你的手伸出来，像我这样子。牧师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赐给我生命，透过我的父母亲，透过我的祖先，领受地上的祝福。我感谢耶稣基督，使我有复活的盼望。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领受天上的祝福。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主，把我的人生奉献给主。愿主使用我，能够来荣耀你，使我和我的家都能侍奉耶和华，爱主守主诫命的，神要祝福直到千代。我相信我有千代，我要努力有千代。求主帮助我，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从这代到那代，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我们举起手来宣告，到列邦，其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宣告众城们要抬起头来，哈利路亚。
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虽然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沉重有压力，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是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或明了，但是主啊，求你的圣灵进入每个人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有智慧选择祝福，而能够远离咒诅，让我们能够有鞋子穿，让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能够继续行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让我们都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遵守神你的诫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祝福与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能够尽心、尽心、尽力传宗接代，来荣神一人，从今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好，我们等一下聚会完有爱餐，在49号的地下室，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享用。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是2点半开始入场，好，所以3点，好，我们开始2点半开放入场，好，所以我们请大家把握机会。好，我们离开的时候彼此请安，彼此祝福，而座椅呢就保持现状。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